2025第一届堆高三好复兴杯篮球邀请赛首届举办，规模盛大，共有台南、高雄、台北及彰化4县市24支队伍，共400多位小选手齐聚府城，展开激烈对战。这次的篮球邀请赛是堆高营造董事长杨正达先生所极力推崇的比赛。杨正达表示，透过篮球比赛发挥运动家精神，同时也推行了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的3好教育理念。为了推广3好校园，然后邀约我们全国24队的国小的队伍来这边参加3好篮球赛。那最重要就是除了把运动家的精神发挥之外，也希望能够把3好运动、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落实在每一个运动，落实在每一个我们生活当中，让每一个小朋友呢，在品格教育的陶冶都能够落实在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这样一个品格教育的陶冶。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把3好运动落实在心中，那我们的世界一定更加的美满。校长陈茂盛表示，复兴国小首次办理堆高3好复兴杯篮球邀请赛，非常感谢杨正达董事长的大力支持，让活动能够顺利举行。也希望孩子们在比赛过程中增进友谊，培养良好品德。我们复兴国小举办第1届的堆高3好复兴杯篮球赛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堆高营造董事长杨董事长大力支持这2天的所有的一个经费，让我们第1届的这个堆高3好复兴杯能够顺利来举办。那第1届的举办呢，也马上造成所谓的盛况空前，总共4个县市24队400多位的学生的参与，让我们这次的这个3好的运动这个篮球赛呢能够顺利举行。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孩子呢，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呢，能够呈现出运动家的精神，也能够培养一个良好的友谊，让我们整个学生从小就能够养成良好的一个品德，未来的在事业上的表现呢，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堆高3好复兴杯篮球邀请赛，除了推展国小篮球运动，提升基层篮球运动水准，更培养良好的运动品德，促进校际间体育交流，也给予了学生发挥的舞台，培养出更多3好公民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